再来看今年本土天狗热的疫情滚到，全台湾的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。国家卫生研究院有设计一套无人车的系统来监控地下水道，卖当转药啊。研究团队以早捌伫高雄实验，正是讲会当来降低拖白蠓的生态。今年嘛伫高雄佮台南用这款方法来进行防治。照亮这台下水道机器人，透过热感验影机镜头，而且长360度无死角，就用将地下沟的水池看了，精准找到天狗症稳性自生源，进行喷油的防治。鸡的这个水的源的部分，或者是这一个墙壁上面，都能够看到非常清晰，甚至它可以分辨出结节的大小。5年前开始，国家卫生研究院就产学合作，将无人车系统部署在高雄5个行政区，同时放蠓仔油漆桶进行监测，发现下水道原本差不多有1%有斑纹的影子。后来经过喷砂糖剂加高温水清了后，带病蠓仔密度指标就为原本的0.62降到0.19，显示这项新科技对降低带病蠓仔自生是有帮助的。过去都是用人力去巡检这些水沟，那耗费许多比较大的一个成本。那同时人力还是会有一些缺漏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下水道机器人，看到哪些地方真的是有滋生源存在。今年本土天狗症疫情正严重，根据疾管署上新的统计，全台总共本土天狗症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。国卫院强调，已经协助每合地方政府、甲无人机厂商合作，针对较悬的沟仔甲防火巷来抗油啊，防止疫情拓开，也提醒民众大雨过后一定要巡道清路，减少病毒传播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